我而家見到呢個景呢，灣仔景，再轉翻過嚟呢，觀光塔、南環湖景，360度嘅超開揚住宅。落翻去樓下呢，大露台就望正南環湖。樓下呢就有個大公園，位置呢，呢度望翻過呢，就係呢棟建築物。花城超市嘅旁邊啊，呢間呢大堂都已經翻新好咗噶啦。睇到個單位啦，現時裝修呢就好殘噶啦，接手嘅呢必須要重新裝修。面積嘅1423尺，再加1423尺。前座有大露台，望到南環湖景，面積呢就夠晒大啦。咁佈局呢，樓上一間房，樓下呢就仲有3間房嘅。咁全部房間呢都非常之光猛，成棟大廈呢就一梯兩戶，樓底呢都非常之高。另外呢仲會有套房嘅。總之就全屋光猛多窗，單位現時呢就雜物多啲，但係已經交吉咗㗎啦，有鎖匙嘅，隨時都睇得。拜拜。